机器往上输送。樟脑工厂散发出满是清香，将环保节能发挥到极致。蒸馏完成的时候啊，这叫做木渣，把它出来当燃料啊，烧掉了那灰可以放在田里当肥料。和老板吴腾金一样，坚持纯植物提炼的工厂，全世界只剩15家，这里是台湾硕果仅存的唯一。快木小木牌是上一代留下的传家宝，也是樟脑工厂的根基。我父亲他在1937年他考出来的台湾总督府证照。经过蒸馏、冷却、过滤、凝固，繁复工序淬炼出的樟脑呈白色冰晶，乍看就像食盐或白糖，早年却另有妙用。以前塑胶还没有开发出来，这是塑胶前身，做那一种唱片那种啊。对。无怪乎日据时代樟脑会成为台湾之宝。如今时代变迁，除了除虫驱蚊，还有浸泡养生的功效。延年益寿、返老还童。唔嘅皮膚懂厚，對吧？你皮膚很好。懂厚。唔嘅皮膚懂厚，唔嘅皮膚懂厚。